各位街坊望過嚟，今日帶你嚟睇一套位於珠海嘅後花園啦，坦洲呢一度，佢自稱為坦洲嘅豪宅天花板。點解佢會咁犀利呢？我哋一齊上去望一望，就係呢度144方嘅4房單位。入門口嘅呢一個密碼鎖係一個交付標準。呢邊做咗個腰字形嘅廚房，廚房嘅3件套細門子啊，德國牌子啊，包括啲櫥櫃啊，包括呢個趟門啊，都係德國牌子。我哋睇翻個餐廳同客廳啦。餐廳嘅話呢邊我做過4到6人嘅一個餐台位嘅，有冇見到啊？呢個窗簾啊，都係交付標準。呢邊係一個生活嘅一個露台，呢啲櫃都係交付俾你。呢邊係望翻來源啦。你睇翻呢邊啦，呢邊就係客廳啦。全屋嘅一個大金中央空調係一個交付標準。咁啊呢邊就係你嘅觀景露台啦，都係望翻來源林嘅。咁我哋而家去翻休息區望一望啦。休息區嘅呢個位置係一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所有用到嘅材料都係進口嘢。呢邊做咗個兒童房，呢度係一個長輩房啦。咁最後呢度就你嘅主人房位置啦。主人房嘅呢個位置，哇，仲做埋一個大嘅衣帽間啊，正唔正？而且主人房仲帶埋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呢個浴缸真係夠晒正。哇！呢套院返港珠澳大橋只需要20分鐘，小區樓下有埋業主樓巴，返人工島同埋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啦。你覺得呢套單位值幾錢呢？評論區留言 send 資料俾你。